開始覺得 social media 都係要戒，即係 social media suppose 係一個地方去俾自己思考。當你俾 social media 主宰咗你嘅所有嘢，為咗佢而生活啊，咁我覺得好會，即係放大過你自己嘅時候，我覺得好辛苦啊。我哋慣咗任何時候攞住個電話噶嘛，但係當你放低電話，咁突然之間你發現你就有翻生活啦，你會好多思考。我對於人嘅關係，我係覺得可以隨時好好或者隨時冇，我會喺好短嘅時間可能同某啲人建立一啲好濃嘅關係。亦都之後我可能冇得再見佢。個喺美國嘅老人家，呢一個其實我到而家都好內疚。佢覺得我係佢唯一呢個世界上面親人應該，因為佢冇親人。去到我收到佢嗰袋衫、佢頂帽同埋佢嘅近照，我打冷震，即係我遺忘咗佢。咁我即刻打電話俾佢啦，佢就開始身體唔好，就又再有 connect 翻，然之後又再因為工作，然之後又斷咗。去到我再知道嘅時候，佢就已經離開咗呢個世界。咁呢一啲就係令到我覺得人同人之間嘅緣分可以突然之間好近，突然之間好遠，你要好好去接受咯。